繼續補過去話。好啦，界外球，會唔會呢個時候追埋個完場雞咧？還是着兩再補多30秒咧？攞命嘅真係，咁樣咧壓過對手，最尾啊攞埋個彩添，尼馬盡晒你個劉華斯，都幾靚啊！你個波一錯擺脱古天奴，再擺咗隊友向前啦，最多俾多3秒你啫，即係球證卓兩，再喺補時嘅時候加多1分鐘。啊，中間自己斷纜添，真係好嘥啊！右邊嗰個位置應該比較靚嘅，冇錯，俾佢哋哥斯達揸高度2-0，尼馬你有冇越位？冇嘅，就恭喜你，但係你要多謝哥斯達。2-0，本來最後1分鐘咧，以為係獎俾哥斯達黎加㗎嚇，自己咧後場做唔到個波，結果咧俾今日真係另一個頭先阿 Vicky 都講到換人換得係幾好㗎，哥斯達呢奇兵造就尼馬。呢個入球嘅關鍵就係雖然巴西係領先嘅1-0，但係佢絕